最近传出有资讯方面专长的警察去予企业用真悬的薪水误去，这3年来已经有13个人转图啊。警方讲要培养资讯方面的人才，至少都要2年的时间。即马这个现象，竟会去影响到科技方面的政策。资讯科技愈来愈发展，造成虚拟货币洗钱的现象直直出现。但是，安怎查出无效的组织，要靠警方资讯科技侦查人员。但是最近几年，警界的科技资讯人才拢改图改去民间的企业担任驻案长，年薪是原地做警察2倍到3倍，实在真吸引人。看好这些人才呢，原本在这个警界这边就有这种所谓的网络犯罪啦、治安。这个防御以及这种 AI 影像分析的这个能力哦，因此科技业或是金融业才会开出高薪来挖角。刑事局科技犯罪防治中心的主任林建良表示，警界的科技资讯人才要培训到会当独立作业，需要2年的时间。不过，即马煞面对人才升级的问题，这些人培训出来之后，然后他就转换跑道了，那就会变成我们的人才是衔接不上，不管是在办案或者是一些警察资讯的发展，或者是警察治安工作，这样子的人的需求也是很大。负责培训警界新人的警察大学教授指出，要甲人才留好调，除了薪水要专业的加级，也要改善工课场的废弃的定数，才会当让工课场变更较清澈。法这边也要做改善。我们法制上有没有走在这个科技的前面，支援我们警察办案？只要我们法制面、制度面、人才的一个专业的尊重度上够的话，我觉得这绝对不是问题。网络科技犯罪直直变，需要警方资讯科技侦查人员较认真、较积极的查案，要安怎解决人才走去的问题？或者认为除了加薪水等好处，老人才配套也需要改进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